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网络借钱贷款的媒合平台 IMB 行骗到全台湾，领钱领超过25亿。时代力量的经理委黄国昌来压料，讲这个 IMB 为例的宜兰罗东的大本营，竟然就是民进党的立委陈敖闢伊的竞选的后援会甲服务处，都参陈敖闢的坐车，嘛是由 IMB 领钱案的主嫌免费提供予伊使用的。中道陈敖闢现身伫立法院鞠躬来道歉，讲伊伫不知情的状况下接受赞助的，会全部滚出来。伊嘛强调讲，伊绝对无甲诈骗有牵介。IMB 吸收资金案件主嫌詹国伟本名詹耀峰，进前互人掠到，前立委黄国昌指控讲，詹耀昌甲张淑芬伫2019年7月份买这栋大楼了随装潢，和立委陈敖闢伫2019年竞选的时做罗东后援会后来做业服务处。连陈敖闢的车，黄国昌嘛讲是 IMB 诈骗集团互伊用的。我认识的一直都是从事房地产事业的曾国伟，不是曾经有诈欺、或者是受到通缉的曾耀峰。第一时间回应的这话，互人听无。民进党已经开始出现批评伊的声音。前桃园市市议员王浩宇开第一枪，要求陈敖闢退选，并且送中评会审查。中道陈敖闢有出现伫立法院，深深一鞠躬，表示歉意。在不知情的状况之下，我接受他的一些赞助，我全数捐出来，但是我要重申，我绝对没有跟诈骗集团挂钩，也没有参与他们曾国伟他们的 IBM 这个债权平台的说明会，或者是资金的往来。丁凤强讲，属于新系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伫宜兰的府选定名人士，甲陈敖闢袂合，有人讲这是派系斗争。如果我有参与诈骗集团的挂钩，或参与诈骗的行为，我退选没有问题，但是不要以含沙射影的方式。做过3届立委的陈敖闢5月7日才得到民进党提名，要拼4连霸。黄国昌的压料做着要杀排污条款的赖清德主席来讲，恐惊是一个大考验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